喺佢哋嘅夢裏邊。推廣舞台2024，耶！你懂我。令人懷念，能知也每一天。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。從此你我多累，床頭都不想對。我付出一生，公開換過。永久不息的人。我好中意唱歌嘅，我下年一定會參加嘅。靠強壯啲邊藝努力放鬆啲。個比賽係你嘅平時生活跳嘅做嘅日常事啦，或者當嚟玩都得㗎。都同今日一樣啦，有冇獎攞都唔緊要，因為有時第一比賽第二。今日覺得咧吹夢舞台呢一個比賽真係好精彩，可以睇到好多參賽者咧，佢哋落咗好多功夫去準備，可以運用到身體啦，運用到舞台空間啦，咁啊呈現咗好多好精彩嘅舞蹈作品。好 surprise 啊，因為咧個個唱得好投入，跳舞咧又好投入。我希望每一位參賽者咧都帶住理想去追夢，只要你哋追夢咧，一定會實現你嘅理想嘅。我感覺到都非常之 touching 嘅，成個活動嘅話，我感覺到係非常之有意義嘅。下年其實協會50週年係啦，咁所以咧我都希望下年我哋嘅歌舞比賽可以再繼續搞得更加大型啦，亦都可以更加多嘅唔同機構啦、唔同嘅特殊學校嘅參加者都可以一齊參與，咁啊一齊去係啦迎接我哋協會50週年嘅金禧啦，係啦，咁啊希望各位繼續加油，繼續為自己夢想進發，同埋係發掘我哋無限嘅可能。